这是我的承诺书，我从我的股份里呀，划出15%给你了。明天呀，就上会计那儿领钱去，留着养老。哎，等等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哎呦，陈姨，你可不能这样，你别吓着我啊！你千万别这样。我能叫你一声闺女吗？哎呦，陈姨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可就受不了了。那你还是管我叫傻春吧啊，傻春。哎，来坐下啊。哎，陈姨，拿好了啊，拿着，收好了。小美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啊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了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人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啊？咱们俩根本谈不上那方面的事儿，咱们就邻居。你要扯远了，咱们邻居也没得做啊。你骗谁呀你？你刚开始对我不是这样的。别拿手指我啊！不就你那傻大姐反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怎么着，想翻脸是吧？去了一趟深圳，就被你傻大姐灌了迷魂药。傻大姐是你叫的？行，是你啊。是我怎么了？你别后悔。赶紧给我滚！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小样，得亏没跟你走得太近。喂，我举报迎春成衣厂是靠非法集资搞起来的。主谋叫赵素春，反正你们赶快去查吧，一查一个准儿。搅我的局是吧？我让你们搅我的局，我也不让你们好过。徐美荣，不好了，傻春给带走了。哎，你瞎嚷嚷什么呀？哎呀，来人说呀，傻春搞非法集资，而且数额巨大，弄不好还是放高利贷呢，把车间的门也封了，把傻春也给带走了。你倒是表个态呀！那马家怎么说的？说个屁！看见来人挺横的，全溜了。老二啊，妈，沙老大出事儿了。妈，你别跟我说了行不行啊？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？你就是不听啊！为了院子里那些什么虚荣啊、脸面啊，治国法你不顾，现在出事儿了，你来找我了。我告诉您说，不管。老二，李向东，你给我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发这么大火啊？李向东啊，李向东，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惹出大麻烦来了。傻春的工厂给查封了，他也被带走了，满意了吧？真的？哎呦，哎呦！你哎呦什么呀？你肚子疼啊？哎呦哎呦！当时我就是想在丈母娘面前当个好人嘛。这个好人用得着你来当啊？我们家那个傻大姐，你还不了解啊？啊，那么多年了。他脑子里没有政治啊，没有法律啊，只要他信任的人，这个人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他的座右铭。你说啊，我都把他的话扔到河里了，你倒好，还跟他一根草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妈也是因为听了你的话，才支持他接着干的。这我也没想到啊。行，这事儿都怨我，行不行？那我去找找人吧，看看这个事儿。嗨，回来，等着。喂，啊，哎，您是老局长吧？啊，我是素棉呐。啊，哎，您是老局长吧？啊，我是素棉呐。我现在有件事儿啊，想请您帮忙。对，是
是我的亲姐姐。老局长，您看我是这么考虑的啊。第一呢，他们没有证据，说沾边也沾边，说不沾边呢也完全可以。大家都是一块拿钱来办的工厂，所以呢应该不属于非法集资。这个第二呢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您知道现在政府最关心的是什么吗？对，就是下岗再就业的问题。那我姐解决的就是我们家院子里下岗再就业问题。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。那谢谢您了。我知道您说话特别的管用。好，那哪天我跟向东登门道谢。好嘞，好，再见。手到擒来，真佩服你。行了，你赶紧去老局长家接他找人。这个直接找人总比打电话要快得多吧？那你不去啊？我得赶紧回家啊！我妈急得在家上蹿下跳的呢。二闺女不管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这要是老二不管啊，就没办法了。真是的。有辙没？给二闺女打电话了，二闺女不管。哎呦，这儿不能抽烟，这还在这儿抽，我就这够烦的了，这就。行了，没事了，都进去干活吧啊！进去，走，好嘞，好，没事了啊！好，这肯定是护院人家干的，还嫌弃张刘小啊，当时就没答应。不是他们家根本不是那种人。那是谁呀？我妈说了，100%是顾家干的。不会呀，老顾可高兴了，一直说这回日子有盼头了。就是顾家那小儿子顾明干的。妈她说，当初可是你极力推荐他们家人过来的，你得去给我擦屁股去。对，傻春说的对，顾家那小子追小妹，人家小妹能答应啊，所以他才干这种事。那我就去说吧。快去啊！好。陶大姨事情是已经摆平了，可是我再次提醒你啊，干归干，以后少让我给你擦屁股，听见没有？陶二姐呀，虽然吧，我没听你的话是我的不对，可是这院里的人可都感谢你啊！打住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唯利是图的人，也不喜欢跟他们打交道啊！走了。陶二姐，你别呲的向东啊！就是，你对人温柔点儿。这事儿我不许你说他。对，他呀那是好心，但未必办好事儿。走了。慢点啊！谢谢你啊，陶二姐，你温柔点儿。哎呀，妈决定了啊，准备到工厂去当经理。不会吧，妈？我们这还没开始赚钱呢，你就想着给你孙子捞钱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说傻老大，你现在一点都不傻呀你。那当然，我得防着你。我是那么想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有那么精吗？我就当3天，我什么时候把那姓顾的赶走了，我就不当了呗。小春儿，沙春儿沈阳来人要货。你让他把钱交给会计不就得了吗？你办这事儿就行啊。好。上班呢，知道不知道？没个章法了你们。哟，今儿怎么又自己做饭呢？嗨，命苦呗，没人管了。哎，刚才我下班回的路上，看你儿子和刘倩带着孩子在饭店吃呢。哎，我不爱吃饭店的饭，我爱吃沙老大做的。经理这一款只积压了50件。50件，对，这款呢积压了80件。那不多。对，我知道了。咱们这个月分不了红，
那也不至于亏损吧？咱们呀是生产的多，卖的少，市场不好。哎，王姐，来，你把这些都拿到库房去吧。可我听人家说，咱库房里成品没多少呀。咱的货都压在这个销售环节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钱都回不来。哎，马叔，我跟你说，这就跟农民种庄稼似的，哎，它有增产就有减产。这大海也是有涨潮就有退潮，这人的一生也是有高就有低。你看看，现在这些面料啊，国内都能生产了，所以呀，加工成衣的地方特别多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关键是看现在谁能扛住，只要扛过去就没事儿。你说我们家老三啊，他那么大的公司，说出问题不是也出问题了吗？咱们呀，一定把这2个月扛过去，扛过去准没事儿。哎，我也想好了，我吧得去借点钱，研发点新产品，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哎，来，我把它都搬到库房去。